迎接一年一度的台南国际山影节，台南除了拼外销，嘛要将优质的山影甲国内民众分享。记者会现场摆满各种丰富的农特产品，特别是推出山影的宝客啊，亦是将5-6种无同品种的做伙卖，加上台南400家枝地啊包装，相当显目。今年是台南400，所以我们特别推出加纸袋家枝地啊的芒果盒，也推出了芒果综合包。因为台南的芒果其实不只是只有爱文，也不只有土芒果，还有许许多多非常多的品系，都欢迎来品尝。所以呢，我们推出了这个综合包，但很多的不管怎么包，你要通常把它包回家才算数啊。那所以说欢迎你来台南。据了解，今年虽然受气候影响，山影的产量有减少，价销有淡薄调悬，不过品质同款旁甜。所以市府嘛甲一星级饭店以及美食店家合作，将山影入菜，做出各式各样的餐点甲饮料，嘛推出山影美味地图，要互整个台南拢是山影节，嘛互中央相当肯定。日本的买主呢，他除了对我们的生鲜芒果跟高级礼盒有兴趣以外呢，他今年对于我们那个冷冻芒果对切的冰棒也非常的有兴趣。那韩国呢？韩国其实进口了，认为我们台湾的凤梨、芒果跟那个凤梨、芒果还有香蕉，在韩国都有一些优惠的关税，所以是很有竞争力的。是我们台南已经做好一个准备，就是欢迎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游客来到台南，不只可以吃到优质的新鲜的芒果，也可以去吃到由芒果所变换出来的加工品，还有甚至料理。台南山影季的活动6月2日，特别伫玉井查某拉农场拍头阵，有食有耍，阁有精彩表演，欢迎大小朋友做伙来参加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